看过的《天若有情》婚纱照到底是怎么拍的？都说不会骑车怎么拍？安全起见这样拍，颜值不是入场券，感觉才是。为了拍出那种感觉，各种角度不停。到椅子上的眼药水，这是找角度的摄影师，这是卖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得到了。大家好，我係阿納日記頻道嘅主播 Lily。上月一段新人喺公共道路上拍攝婚紗照嘅影片喺網上被瘋傳，畫面唯美浪漫，但係背後卻掀起咗唔細風波。警方事後發聲明指，有人涉嫌違反道路交通法相關規定，已作出檢控。同時通報勞工事務局跟進係咪涉及過職工作。表面睇係依法辦事，但係好多網民一睇咧就問，到底作出嘅係咩檢控？罰金係幾多？點解呢啲最基本嘅資訊一概冇講明？治安警嘅公佈中提及片段裏邊嘅重型電單車駕駛者同埋乘客，一共涉嫌5宗違規行為，包括冇駕駛資格喺公共道路上邊行駛、冇戴頭盔、車牌被遮擋、喺黃實線停車，同埋影響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啦。咁警方話已作出檢控，違例人已繳交罰金，但係卻冇交代係罰咗幾多錢，有幾多人。奇怪嘅係，嗰個影片中個車輛嘅持有人呢，亦都被特別澄清啦，無需承擔責任呢種嘅細節就都係講得一清二楚咯。更特別嘅係，警方主動強調駕駛者為外地僱員，懷疑涉及過職工作，已報勞工局跟進。至於拍攝團隊會唔會涉及非法工作，目前仍在調查當中。聽起上嚟好似一場跨部門聯手打擊非法勞動嘅戲碼，但網民卻覺得成件事越講越怪。唔少人吐槽話政府咁樣發佈消息根本唔似係喺懲處，而係助攻式宣傳。有人諷刺外勞違法拍婚紗照都可以咁樣紅，反而吸引更加多人覺得反正罰一罰就算，仲能上新聞上熱搜。更加有留言直言，警方講得簡單而神秘，唔講重點，只會俾人懷疑係咪想借機炒人氣，順帶幫手打廣告。輿論中有人認為執法部門呢一種講一半留一半嘅通報方式，反而會俾社會失去信任。該透明嘅唔透明，該公布嘅唔公布。你既然發表聲明，就請把完整資訊交代清楚，否則呢一種模糊處理只會俾市民解讀為選擇性發聲。至於最受爭議嘅一點就係雙重標準問題，好多網民指出咧，政府同埋執法部門一向對外僱非法工作者事件低調處理，好多時連新聞稿都冇，通常都係內部跟進，唔便透露。但係只要換成本地居民違法，馬上高調曝光，詳列罪名，明言罰則，甚至連姓名、職業都能見報。一句18銅人陣事後，成咗網上最受共鳴嘅嘲諷。今次婚紗照事件也許原意只係一次普通嘅交通執法，但係處理方式卻俾人覺得好似係宣傳劇本，把外僱身份攞出嚟強調，卻唔講罰金金額，唔明確交代有幾多人，結果越講越似話劇。現今社會，市民對公平執法嘅底線已經好敏感，大家唔係要執法者手下留情，而係希望標準一致，資訊公開。當外僱違法罰款金額可以保密，卻有居民因為輕微違規被公開姓名與職業嘅時候，嗰份落差自然會引發不滿。執法唔係淨係要做，仲要俾人信服。若果警方同政府部門繼續以模糊姿態應對輕重不一嘅違法行為，最終受傷嘅唔係個別違例人，而係社會對制度嘅信任。